自我2025年6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基督徒的名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10章19、19、30节。因为司提反的代志，受迫害四线的信徒，有诶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、甲安提阿，因无对别人，只有对犹太人传道。毋过，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到安提阿，嘛向希腊人传，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。主的快乐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也真多。这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。伊一个到位，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，就欢喜，看免因大家着专心一意信靠主。巴拿巴是好人，互圣神充满，阁有信心。迄时有真侪人信主。后来，巴拿巴去大数找扫罗，找到就带伊去安提阿，足足1年久。因两个甲教会的人聚会，教示真侪人。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。迄时有几若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安提阿，其中一个名叫做阿加布，伊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徛起来有言讲，全世界得要有大饥荒。这代志伫克罗地统治的年间果然发生。门徒就决定，逐个人照家己的能力捐献，通送去真济住伫犹太的信徒。因就照呢做，将捐献托巴拿巴甲扫罗交互遐的长老。基督徒的名，还记得家己在读国中的时，伫学校总是尽量避免互同学知影我是基督徒。会有安尼的顾忌，毋是因为我掠基督徒这个身份做见笑，是因为一旦互同学知影我是基督徒的时，可能会面对一寡难题，包括因对基督徒这个身份无了解，就滚耍笑和口舌，也是必须回答同学对基督徒这个身份好奇所产生的疑问。遐个口舌也是疑问，是年少的我无法度回应的。其实，这种情形也显示，伫台湾这个普遍以民间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生活环境中，一般人难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徒。检采这也是对基督徒的重要提醒。咱是毋是真正活出甲属灵价值观无同的性命？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通看到，司提反殉道了后，福音的种子已经秘密播野出去。当当时，真侪犹太基督徒伫耶路撒冷受迫害，地教分散去各地。这些信徒伫远方城市定居，还继续传福音。司提反的遇害虽然互基督徒受迫害，却也带来腓力的宣教、扫罗的悔改，甲彼得往外邦传福音等结果。其中有一项更加重要的代志。第一间外邦人教会伫安提阿建立啊。安提阿的教会建立了后，伫巴拿巴甲扫罗用心的教导装备下面，遐个外邦信徒更加认捌真理，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。
伫长龙时，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低落，生活真烂，行为败坏。即阵信仰基督的人得到真理的教导，伫生活行为上有良好的见证，甲长龙时的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因为安尼，即阵人互当作是基督的人看待，直到出现基督徒即个称呼。即一阵安提阿的基督徒毋简单信主搁归主，因搁较愿意认真学习真理，搁甲所学到的信仰真理落实伫生活中。互人感动的是，遮个信徒有怜悯的心，乐意关心别人的需要。当因知影饥荒造成的困境，就照家己的能力，慷慨关注犹太地区的信徒。咱通看到，当耶路撒冷教会因为甲咧顶问题带来纷争，无法度合一的时，主却兴起外邦人的安提阿教会，因照着关怀受苦难的肢体，活出伫主内合一的信仰。这无共的性命带来美好的见证。基督徒的名对今仔日的咱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只是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称呼，也是一种值得钦羡的生命样式。希望安提阿教会所留落来的美好见证，今仔日犹原会当伫你我的生命中找到。愿咱伫所惦的世代，会当继续透过无共款的生命，为福音做见证，互基督徒之名会当名副其实，发挥影响力。默想，生活中我要安怎看待基督徒之名？着安怎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样式？生活中我要安怎看待基督徒之名？着安怎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样式？咱来祈祷，呼召竞选阮的主，愿圣神不断更新阮，互阮会当伫基督徒之名活出无共款的生命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